將社區的步驟甲考怪用於歌曲甲舞蹈動作，借出互協進各些學生真容易就知影長病毒的防治。開始長病毒已經進入流行季節，但持到5月5號為止，到21間公私立幼兒園24班因此停課，嘛顯示長病毒這波疫情未當疏忽。配合疾病管制署、淡市衛生局甲教育局嘛聯手用有種政策來宣導，俾學生了解食飯前將便所後墊5大洗手的時機，場面相當熱烈。什麼時候要勤洗手？好，請說。打噴嚏之後，還有吃飯前。其中有一天嘛，親自到學校甲學生做伙示範濕搓沖捧茶的正確洗手，強調預防長病毒無疫苗，只有勤洗手。腸病毒有一種類太多種，有好幾百種，所以真的是要找出這個疫苗來，這是非常非常困擾，而且疫苗彼此不相通，因此呢，我們唯一的最大的法寶就是勤洗手。那要掌握洗手的這個要訣，我們特別跟這個機關署跟學校合作，來向同學宣導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安度過。雖然目前淡市並無同情個案，就醫人次甲去年同期比較起來，冇減少53%。不過面對長病毒的高傳染性，加上學園閣是密集的場所，容易快速傳播，所以市長嘛甲參與的民代以及所有師生共同宣誓打擊長病毒，守護學生健康的決心。台灣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